国际新闻来关心非洲东南部沿海国家莫桑比克一只超载的渡船伫北部海岸外海沉去，船顶有载130个人，结果有97个人不幸过往。当地官员是表示，因为最近有一寡疫情的假消息引起民众惊吓，所以真侪人才会偷渡想要去避难，才会发生这件不幸的意外。这台临时渡船拖喺岸顶了，船身还阁伫咧漏水。非洲东南部沿海国家莫桑比克，这台临时渡船吹切伫咧北部海域，敢若是严重超载，并船沉喺海，造成严重伤亡，还阁真侪是囡仔。Porque a saída deles lá estavam a fugir doença da cólera, então chegaram até entrar num barco número mais avançado e 当地官员讲，因为最近出现爆发科列拉疫情的假消息，引起真侪民众惊吓，大家拢想要逃走。这台渔船改装的临时渡船无航行许可证，还阁严重超载130人，要下冰船。Totalmente era 130. Então ali já akuma acidente ule wangu Acidente iranel sai. acidente ule ana wani wakati zale ja wangu hanjaka ekala wele jo ophela ura zai ophela ja pakala wele kiri sana komentari ura ekala weyo。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料显示，非洲南部地区正经历过去25年来上严重的科列拉疫情，而且已经传到附近的几落个国家。自去年10月以来，莫桑比克已经通报13700例确诊，加30例死亡的病例。这件意外还有20几人失踪，不过应正大搜救困难，当局是继续搜救，同时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